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1到18节。约翰福音3章1到18节，和合本在第128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势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姆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的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多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时候我们来请我们本堂的郑牧师讲道，题目是改运换命2，改命转运。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这个礼拜平安的经过，献上满心的感恩，也为了今天主日，我们就有福气再次的来敬拜你，也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要我们明白的。我们也为了我们今天是我们福音主日的第2讲，我们华人常常有命运是天注定这种牢不可破的思想，正在困扰着我们，在捆绑着我们。祈求神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是神你在掌权，并不是黑暗的势力在掌权。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福音主日的今年里面的第2个，我们福音主日今年一系列里面要讲的是有关改运换命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华人中间常常引起我们困扰的。因为我们接着说，我们的命运从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固定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还要努力做什么呢？或是努力有效吗？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必努力就能够照原来的命运呢？我们在2月5号的时候，我们就讲了第一讲是说命运天注定。那时候我们在问说，这个理论这个讲法到底是正确或是不正确？因为很多人就用这一句命运已经是天注定的，就来当做他的理由。例如说他的这个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歹命的啦，因为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只好认命吧。然后看到别人呢富家子，他们不必做什么事情他们就能够享受荣华富贵他以好命了，因为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给他的很多的这种
好处在，所以他不用努力就可以。我们好像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在命运中间，是天注定的。那一次2月5号，我们的结论是说，命运天注定，这是对的，只是这个天是哪一个天？是你不认识的那个天，就怪到天上去，随便找一个天来讲，因为你不认识而已。还是那个天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要是你讲的天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命运是天注定，本来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他创造也是他掌权的，而且我们应该讲说，我们的命都是会很好的。假定你是这一位神在创造、在掌权你的生命的话，那是我们第一次谈到有关我们命运的问题。我们在讲说，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觉得我们的命不是那样子，我们的运不是那样子的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这个情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常常都会有这疑虑在，或者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后、信主之前，甚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不是很坚定的时候，我们有人常常会去算命。我们这边问说：“你算过命吗？”我们去调查呢，因为台湾的民众有90%的人呢相信命运，然后有75%的人呢他算过命，甚至在大陆呢。他们市长有一年中间算过命的人有3.6亿个人，当然大陆现在是13亿的人，所以他是超过1/4强的人。也就是台湾呢，其实是更相信命运的问题，因为大陆他本来就是无神论者啊，无神论者他去算什么命，他就不用算命，因为他没有什么好神可以指引他的。但是仍然有3.6亿，大于1/4的人口呢在算命。为什么要去算命吗？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人为何要算命？它是带来了什么东西呢？是带来了盼望给你呢，还是带来了指引要你走，还是带来要你去躲掉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想想说，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你已经知道明天是如何，你已经知道1年后你是如何，你的处境是如何，你会觉得你生活得更愉快吗？更喜乐吗？你会更努力吗？还是更不努力呢？好像你的前途都已经给你安排就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会觉得这个人生是非常的无聊的，因为它根本是太平淡了，它不是多彩多姿的，你的努力也没有用，因为你不努力也是这样，努力也是这个样子。我相信那个绝对不是一个我们也不是神所期盼要给人的一个生命。神创造的人呢，是有他的独特的目的在。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他希望有人能够一起来分享他所创造的，而这个人呢，这个人是能够自主的去思考的人，不是成为一个机器人。所以他赏赐给人有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你可以自由去思考，你决定你要还是不要。就创造了成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样子，当然也是因为只有自由意志的原因呢，造成我们社会有很大的问题存在。这是我们后来人犯了罪之后所产生的这些问题。到底我们能够预知未来？我们就算这个算命非常准好了，非常有用，我们预知的未来对我们有所帮助吗？它会对你带来的盼望吗？何况我们所知道的命学呢，有很多种。命学里面一般来讲呢，至少有4种。第一种呢是用算的，我们就有人去算过紫微斗数，或是算八字，或者是所谓的批流年，就是帮你批一批算一算，那今年大概会怎么样？这几个字眼大家都听过了。八字我们也知道，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得更清楚，它就是我们的年月日时。这样算起来，然后说你哪一年哪一夜哪一日几点生的话，你的命大概就是怎样。那紫微斗数呢，有紫微斗数的算法。牧师为了要了解这个事情，去上网看了很多，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八字跟紫微斗数之间到底是哪一个好等等这些。然后原来就是看到它能够分成多少个 case 不同的 case 来算。那八字呢，其实是叫做4柱八字，4个柱子的意思，然后八字，等一下会有更清楚的说明在。这是第一个是用算的，很多人相信这个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因为这是根据以前的历史，很多人去做了科学的统计之后，
把这几个人好像他的命运是一样的，算一算，根据资料一看，原来他的出生年月日这几个合在一起呢，大部分都是同样这样的话，他们命运都差不多是一样。经过很多年的之后的累积出来的数据呢，就写成了这些书出来。当然，这中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派系存在，但是基本上呢，很多人相信这样，因为它是有科学根据去算出来的。第二类呢，我没有办法动。第二类呢，乃是一个相，就是看面相、看手相，还是摸骨，还是甚至是看风水。牧师在大概高中的时候呢，那时候好像很风行在讲这些东西，甚至有人到学校去就马上手把我抓出来说：“我看看你以后有几个小孩，都还没结婚就看我几个小孩。”他看哪里？看旁边这两条线。然后你会有2个小孩，果然我是2个小孩啊。那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好，开始看起手相来了。你的生命线在哪里？你的事业线在哪里？所以呢，你大概会怎样？有专门在看这个，也是他有他的认为他有他的根据，经过统计之后，有人是看面相，看你这个什么人中啊多大多长，你的耳垂多大啊，就造成你以后的命运是怎样。那最简单的但是耳垂大的人就是大富大贵。当时我们也看到有的乞丐也是一样，耳垂很大，所以大概会有不同的有这个例外的事情。那摸骨呢，在我们那时候呢，在我高中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关西有一个摸骨的，所以他们就常常你要不要去给他看一看那关西的这样去？为何他很有名呢？原来有一个传言说，有一天因为他是瞎眼的，有一天是蒋经国去给他摸骨。没有人告诉他资料，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他摸完骨马上站起来，你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你一定是非常伟大的人，所以就传出来说这个摸骨人很厉害。我不知道这个手骨摸了以后怎么会能够知道这样子，但是他们认为这是非常有看相的样式，他们有他们的秘诀在，看的风水。因为你面向什么地方，那你在这个地方是灵界所占据的什么地方，所以你会怎么样？就像我们讲圆山饭店好了，他说那地方一定会大发，因为那边是这样，那是整个一座山的头，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正好站在这个风水最有利的地方。诸如此类的呢，等一下牧师也会讲牧师的一个经验里面呢，让我们知道说，有这样灵界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但确实就是像这样。第三种呢，它是以灵为主的，这灵里面呢，他们通常就是用通灵的方式。有灵呼求灵来帮助他们，然后借由很多不同的工具来完成。这边写的有包括易经所做出来的易卦，用米来弄出来占卜，叫做米卦，还有雀卦，还有什么抽签啊，这样等等，还有什么某某仙，像碟仙啊，或者某某娘子啊，等等这些算命。米卦我也不懂什么叫米卦，我就上网打了一个米卦，结果呢，它跑出来是北投米卦。我还以为是在卖什么米的东西，就一看，原来在台湾有一个用米卦非常有名的，他就在北投。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常常要算命的人就会发现到，然后他顺便就摆了一个2分多钟的访问那一位算命的，年纪并不是很大，大概40、50岁的一个妇人。他问他说：“你的米卦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弄？等等。”原来他里面就前面摆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坛。一个容器里面就摆了米，然后问说这个米是不是特殊的米？他说不是啊，这是普通的米，只不过我稍微剪了，有经过选择，盼望它这个米是比较完整、比较顺眼、比较看起来，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问他说这个米要不要换？也不一定要换啊，你想换就换啊。也就是说，这个米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而借着这个工具怎么样去算命呢？他就示范给我们看，示范在那影片里面看。就是你心里面想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用手指头捏了这个米，然后捏了三个就摆在他前面，他就看这个你摆的米抓了多少，以及你摆下来的样式里面来推断你要讲的你要问的那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他也说他不是迷信，他是有科学根据的等等这些。那不管怎样，他就是告诉你说，我用的是这只不过是工具，
但是其实更多的是从灵里面来的，告诉他借着这些东西要告诉你要问的是什么东西。某某仙的话呢，也是一样，在我们高中的时候非常风行的是碟仙，用一个碟子来算你的命运，你能够相信吗？那个碟子呢，普通的碟子，反过来，这导游碟啊，哈，就是装那个酱油那种比较浅的那一种小小的，它前面画一个箭头，然后附上一张纸，这么大张纸，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写了很多个字。然后你愿意相信，你就把手指头摆在上面，不能出力哦。然后就这样，你的心里面就想着你什么问题，你就看到那个碟子开始跑起来了，停在什么地方，那个箭头指的地方就是你的答案。你能够相信吗？很多人迷这方面的事情，为什么他能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热气造成它浮起来？是不是有人偷偷的出了力？我也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就迷了这方面的事情。那更多人相信说，因为是有灵在带动，只不过这个灵是什么灵而已。这是第三种，就有关的秘诀。第四种呢是比较普遍，就是这样用骗的。通常呢，他们都明白上面那几个。所谓骗，不是完全骗，他一定有一套能够说服你的，也就是他上面这三个他通通了解一点点，但是他都不精通，他就察言观色，看到你是面有喜色来问有关婚姻的事情，哎，你大概喜事尽了，就讲一些好话帮你讲。那你也是很忧愁的话呢，你一定有什么事情在担心的，然后就讲到你的心坎里面去了，所以你就这样就相信了他，甚至用这样的方式呢，还骗财骗色的方式。我们常常在一个电视上里面去看到有关的这方面的情形，不管他这种哪一种方法，哪一种秘学方法呢，他都告诉我们说怎样，命已经注定了，你无从去改，你只能改你的运而已。运你一改的话，事就跟着转了以后，用改你的运来辅助你的命的这部分。而这几面的基础都是同样一个基础，因为命不能变，那命到底是什么？现在就是回归到是八字是他们中间最大家能够同意的。这个八字其实叫四柱八字。四柱八字呢，就为这个就是用你的出生的时辰呢来算你的命。四柱呢，就是用出生的年月日时，然后八字呢，就是用它的天干地支相配合起来的。那这个叫做天干地支配起来的两个字呢，配在年里面呢，就叫第一柱，叫年柱，然后配在月的月柱、日柱或时柱，就是四个柱子，然后再来是8个字，是每一个年里面都有2个字。那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少呢？他们算法是说，年里面是60甲子，所以是有60，然后月呢是12个月，日呢是60个甲日。甲子日，也就是60的意思。时呢是每2小时为单位，所以就是12小时。60乘12乘60乘12，他答案是518400。可是一个人的命运大概是518400，你相信吗？全世界有60亿个人，只能区分成518400。我相信当然是不一定是这样。后来又有一人会加上一些不同的原因，例如说你的环境的影响啊，在台湾的这个年跟在美国的那个年的那个时，大概不一样啊，因为你的整个环境、你的背景文化不一样，所以会有一些修改等等这样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很多的观念是认为命已经注定了，你无从再去改变，你能改变只是想办法去闪过，想办法去改你的运而已，而且你的命呢，永远是注定的。所以我们在讲说，因为人的出生的时间，假如这是正确的话呢，我们都是无法改变的意思，那就认为是命运是天注定，无法改变。但是今天牧师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的命是这样，有一个贵人要来帮忙我们改命，不只是改运而已，转运而已，还要改我们的命。我们中间大概很多人都有算过命，很多人现在开始不算命的，因为你已经信耶稣之后，你就觉得你的生命是耶稣在掌权的，是神在掌权的。但是偶尔我们还是会陷入一些困境，就像牧师来讲啊，牧师还没当牧师之前，在做生意呢，我是做丹尼尔电子英汉字典。那
在做生意的那时也蛮竞争的，虽然我们是先锋者，我们是第一台做出来的，那很多人跟在后面走，压力也蛮大的。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已经到9点多10点的时候，我还没有回去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客人，我们的经销商带着一个客人来到我们办公室里面在谈天，谈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客人突然就站起来，拿了一个画有易经的图案的罗盘，他就拿起来在看。我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帮你看看你这个风水是如何。我说好啊，你去看吧。他就到办公室里面走一趟，走完之后，他跟我讲说，坐在这个位置的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坐在那个位置的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坐在这个位置的人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讲的完全正确。你要是处在那种情境之下，你会怎么样？哇，怎么这么稀奇呢？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东西是灵界的东西，因为你没有设在这里，你当然不知道。那灵界呢，他知道，所以他说为什么这个人会发生问题呢？因为在灵界里面，这灵界的大军刚好这是他的行经之路。你的办公桌挡在他的路上，你觉得他会好过吗？所以他就让他不好过。然后又讲了另外一个，又有他的理由，都有理由在。我觉得蛮稀奇。我问他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他说：“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小鬼。那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小鬼嘛，哈。”我说：“那你的小鬼有多大？”他说：“我的小鬼管的辖区是多大？”他就告诉我们，原来他们都有一个范围。我说：“那超过这个范围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小鬼是上面还有一个中鬼吧，有一个鬼呢，这个鬼呢会去跟旁边的这个来联络，然后就这样，他们之间沟通之后，他会把消息传回，我就知道了。但是他不讲说这是为了只知道过去的事情。他说他讲很多事情，就是说，因为他们这灵界里面有这样子的关联在，而且他们有大军有这样安排，他们也常常也在行经啊怎样，所以因为你这个员工的位置刚好就挡到他的路上，所以他会碰到很多的困难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就接下去跟我讲说，其实你们在这业界中间有很多个比较就是很高位置的人，他都是他的客户。我说做你的客户干什么？他说做我的客户的时候呢，你要是遇到你不知道要如何决定事情的时候呢，你当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算给你做应该如何做。我说你怎么算呢？他说那个人的生辰八字我都知道，我就屈指一算，电话中间一讲我就屈指一算，哦，你这个决定你要怎么做？我说结果呢？很好啊，否则他们怎么会继续呢？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说，你要是当时的我，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心动？心动。那时候已经晚上已经1、2点了，大概已经疲劳了。我就哇，真的吗？要如何能做啊？他说你要愿意的话，你就把八字给我了，你就做几次以后，你就知道以后这个神力到底有多强。那时候我们再继续谈下来。我说好啊，回家。现在的师母啦，以前不是师母，以前是就是我们公司的就是太太。回去就邀请她，明天请把我们家里的八字全部准备好。我就睡觉了。隔天一早上起来，到客厅里，你觉得我会看到什么东西？有2个牧师坐在那边。师母很有智慧，他就说这个人已经完蛋了，怎么去把他救起来呢？只有靠着神的力量才可能。他是找了他的同学，找了他认识的2个牧师坐在那边等我，不用他们讲话，我一看到我自己都惊醒了啊！什么事情呢？原来我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情？当然就是马上认罪悔改。从那时候我当然就不会再去问有关这些算命的这些问题。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华人固有的一些观念呢，已经困扰着我们。常常我们会这样，我知道我们会有中间很多人信主之后还在算命的，有人甚至会觉得我的名字不太好，想要去改名字等等这些。名字改名字有很多的理由，有很正当的理由，有些只是不是很恰当的理由，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们也常常讲说，父母是一个有权柄，神透过父母的
来教，他将我们在地面上的教养呢交给我们的父母，所以他有他的某种权柄在。他给我们的名字是一个是神祝福的名字在，虽然听起来不是很雅，但是其实也是蛮有他的祝福存在。或者有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有些原因不尽然是因为我们要觉得他，就是我们要对抗这个权柄，我不能一概而论。但其实我们应该珍惜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受到我们环境里面的影响，社会的一些观念。华人的世界是这样，是90%几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你觉得他的观念会跟我们的观念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是独一真神的国家，所以他们的观念都是和摩西五经的观念。那你跟着社会走的话呢，大部分应该不会错，除非是这个国王带领他们走错了。就像列王记上现在在看的这些北以色列国，都是带他们去敬拜巴力，做了很多的丘坛，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犹大国呢，没有他们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除了这些大环境的这种政治上或是这种权柄的影响之外呢，独一真神的社会还是一个能够遵循神。但是我们的社会不是啊，所以我们常常要警醒，有很多有些这个观念呢，并不是那样子的正确，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我自己也碰到了。人是软弱的。人是不可能好像觉得自己非常的，就像我们前几天前1个月左右，我们还听见某一间教会的牧师还做错了事情。这事情我们大家看完这就怎么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后来他忏悔，他悔改说一时这样，他被魔鬼迷惑了。人就是有这么软弱的时候，在有关算命中间或有关我们的命运中间，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或是有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呢，他讲出来其实就是他对他的命运不清楚的地方，也是我们一般人不了解的地方。他讲说一个尼哥底母呢，他是一个敬虔的这个法利赛人，理论上法利赛人是非常明白上帝话语的人啊，他看的是摩西五经，他要背摩西五经的人，他是犹太人的官，是众人要去问他的老师呢，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德高中望的年高德望的这些长者，但是他也不明白有关生命的问题，所以他要来问，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主宰命运的这些问题，他如何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呢？他盼望能够了解，所以他就要来问耶稣，需要说请教人要怎样能够认识这个命运的主宰，并且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去。我们就看到，主要就是看到耶稣如何来回答他。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改你的命运改变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唯一的道路乃是要重生。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重生，我们要是没有经过解释，大概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他也不是很了解。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以你现在这个样式的话，因为已经不是神起初创造的美好的你了，已经受到扭曲，已经受到污染了。你用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见到神起初创造那个神的国度，因为它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怎么办呢？尼哥底母也是没有办法了解啊。他就问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难道是要再进母腹里面去生出来吗？”我相信我们一般也是一开始没有经过耶稣的教导，我们还是不了解你人如何重生呢？你在这个社会已经受到这么多的污染，这么多年来的污染的，我们的社会是90%几的人都不是信耶稣的，这么多我们的教育也好，我们的老师也好，通通是用不同的思想在告诉我们，受到这么大的污染，我们如何能够重生呢？如何能够回到神起初创造的美好呢？耶稣告诉他，生命的奥秘乃是怎样？他告诉我们，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来生的话呢，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呢，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呢，就是灵。所以他告诉我们要重生。原来他告诉我们是一个全人的改变，而人的改变是以什么为主呢？身心灵，到底是身体去改变呢，还是从灵里面去改变呢？是哪一样才是最主要能够得到完全的改变呢？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你就只有从灵里面去改变，
你的身、你的心就会跟着去改变。你只有靠你的肉身来改变的话，只不过是外表而已，你内面还是一样的，你还是一样没有办法跟神来连在一起的，因为你的灵没有改变。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乃是要从你的灵来生出来才有办法。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了解到一个真理来讲这样，我们要是认为真的命运是天注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我们的年月日时都已经确定了，这不可改变的，我们已经生下来了。但是要是我们重生一次呢，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再受原来的四柱八字的影响呢？的辖制在呢？这是从我们华人的观念来讲。其实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根本来就没有四柱八字的这影响了。但是说不定我们也是从那样子走出来的。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大概我们也受到我们环境、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我们有一些命运是已经天注定的，而这个天是我不知道的天。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天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真神的，再加上他要我们重生，重生之后，就我们能够才能够明白进到上帝的国去。所以我们讲，已经不再受到原来华人的观念的这四柱八字的这些天的命已经注定的这说法，我们就能够就脱离了这些传统的这捆绑在，因为我们在灵里已经重生了。所以这边要告诉我们说，这是唯一的道路，你一定要重生。我们要如何重生呢？要如何能够来重生，来改命转运呢？原来我们为何会有这样觉得我们的命非常不好呢？原来我们大家都背逆了神。我们今天会觉得我们的命很不好，因为我们远离了神，我们没有将神当作神来看，我们用犯罪已经得罪了神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已经在罪恶中间了。我们过的是一个没有神能够保护我们这坏运拍温这个人生的。我们看以色列人，他是唯一独一真神的，他们也常常落入像这样的情境啊。在民数记里面，其实不只是民数记，太多的在记载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有多少次得罪了神，神多少次行了神迹，每次神迹都见证这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人为什么还会背逆他呢？这就是人软弱的地方。他们已经很多次在旷野中间觉得不能活下去，旷野也不能耕种啊，也没有水啊，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啊。甚至给他玛拿吃的时候，他还讲说我没有肉啊。在埃及的时候我还可以吃肉，虽然是奴隶，但是我还可以吃肉啊。人用这样子软弱的原因进来背逆了神。所以有一次他们又在讲一次，在民数记21章的地方，他们又再细细讲的时候，在抱怨的摩西说：“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死在旷野里面呢？”耶和华神呢，就派一只火蛇进入到百姓中间。当这个火蛇咬到哪一个百姓，那百姓就死掉了，死了好几万人。他们又后悔了，他们就祈求摩西向神祈求，能够赦免他们。神就要摩西怎样去制造了一条铜蛇，然后挂在杆子上面。只要你被咬的仰望这个蛇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了医治。这记得在民数记的21章的地方。你们知道吗？在军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军种，它旁边这边都会挂一个军种的符号。步兵的话，大概是什么2支枪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大概什么交通的话，大概是什么车子的轮子还是怎样？军衣是什么？军衣这个地方就是怎样？就是一个十字架，然后上面有怎样？有蛇，铜蛇。很奇怪，这个故事是主前的两三千年的事情啊。在我们现在的军中里面，他们做的符号，军队中在医院里面的符号里面，就是用这个铜蛇。他知道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真正靠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还需要神的医治在。我们看到是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应该是怎样，你不仰望在神的身上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人的身体的部分。
何况是在灵的部分呢，更需要。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贵人，他是真神，然后降世为人，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呢，是要为我们的罪而受审，他承担我们那些不好的命运的，他就像被举起来这个铜蛇一样。只要我们能够仰望着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医治了。要是说你没有病呢？没有，这个病是依你的灵的部分，不只是在肉体上面，主要是我们的灵。所以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告诉我们这样，这很多人都会背的经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祝福在那个地方，你要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何能够这样呢？因为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那我们人要做的部分是怎样？成为信他的人。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拯救我们的人。当我们信了他之后，我们就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是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我们也能够相信又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的时候呢，耶稣就借着圣灵呢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死在这个罪恶过犯之中的生命呢，就再次的活起来。但是这次活起来呢，不再是旧的我活起来了，而是怎样？而是一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这就是重生。重生乃是你的灵得到了重生，不是你的肉体得到了重生。但是肉体会不会得到重生？会，因为你的灵重生之后，你的所行，你的外表显示出来就不一样了。就像上个礼拜我见证说，我们有一个青年，他因为他的所行呢，他感动了他的朋友，所以那个朋友开始来做礼拜。起先我不知道问他，他说因为他看到他的朋友的改变。我说改变大不大？到很大，因为他的改变所以我问他说：“那你觉得他怎么会改变呢？”我不知道，一定是他相信了神吗？那神改变了，所以我也要来相信啊。当你的灵得到了重生，因为你要从灵里面来生，你的身、你的心也会跟着改变，你就整个全人就得到了重生起来了。耶稣呢？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我们就得到这样，整个得到这，其实我们的命运是这样，就变成是一个好的命运的。而最好的命运乃是这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昨天晚上讲道完毕的时候，在周六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大概40-50岁的，他就来前面跟我分享，他说想要问我几个问题，然后再问第一个问题，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其实这个圣经我都很熟啊，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讲的，他刚好拿的周报，他就翻开，刚好翻到那，他不是要叫我看，他是说，这周报里面这好几样事情都是我想知，我今天特别的领受到。他说我已经是30几年的基督徒了，我第一次有这样大的感动，在人必须要重生。我看他那个字迹里面，他说每一条他都画了红线。”那我在讲到我有看到他，因为他很明显就坐在中间的地方，他前后都没有人，所以讲很多时候他一直在频频的在点头。他说我今天第一次感受说基督徒应该要重生。我觉得我30几年我都没有重生，因为我对上帝的话只是这样看过而已。我说你30几年有没有在教会里面认真的去追求过？他说我就是觉得好像是没有。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要认真的去追求。他还问我说：“我知道圣灵有这个9个果子，到底记在哪里呀？”我当场翻给他看，这几个，他说这几个哪一个比较重要？我说都很重要啊。但是你怎么知道说你圣灵已经有这个圣灵在你身上，你能够结出果子出来呢？我们就将我们的教导告诉他，其实我们生命最能够呈现出来，就是在后面3个：你的信实、温柔、节制。因为前面仁爱、喜乐、和平乃是神赏赐给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产生仁爱、喜乐、和平啊。神赏赐这些给我们，然后接下去的讲仁爱、温柔、节制是要我们怎样？是要我们能够在内住的里面的改变，内心的改变之后，你外面呈现出来就是后面3个：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会觉得
你是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一个怎样一个信实的人吗？还是你是个不可靠的人？你能像神一样，几千年、几万年前讲的话，到以后还是一样，都是不变的吗？当然很难，但是你能够人家认为说你是原则上来讲，你是一个信实的人吗？你是一个温柔的心吗？你是能够一个节制的人吗？能够很自律吗？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更需要是这样。我相信命运呢，在很多的观念是不可改的。但是假定你认定你的天那个天是上帝的话，你就存着顺服的心吧，因为神是美善的神，他让我们走在美好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不，他愿意我们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怎样，不是我的膀臂缩短了，没有办法拯救，不是我耳朵发沉没有办法听见，乃是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跟神隔离了。所以我们的命运是神注定没有错啊，他要给我们美好，但是我们已经隔绝掉，因为我们有罪啊。所以你只有回到他面前重生之后，在灵里面你重新重生之后，你的全能得到成就，你用你的行为里面来见证，我真的是已经重生了之后，神的祝福再次临到我们身上来，他再次掌权我们的生命，他是一个美善的神。你觉得你的命运在美善的神中行出来是怎样？一定是一个美善的。问题是出在我们，并不是出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结义来看呢，今天我们要是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说，你也可以一样再重生一次，因为只要你能够接受主耶稣，你就不再受到我们华人觉得世俗八字在控制了你了。你也不必再去算命了，因为你算的命没有什么用，因为他只知道过去，并不知道是未来的。未来乃是掌握在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手上。你愿意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你愿意重生吗？你愿意回到神所喜悦的样式吗？你愿意来改命转意吗？这是还没有信主的。但当你信主之后，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你应该的命是一个好命的。但是你觉得你的命真的好吗？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能够活出基督里面的这个好命的样子，叫人家来羡慕你呢？还是看到你就基督也是这样，每天愁眉苦脸的样子，而不是喜乐灵在你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呢？你要是明白命运的道理之后，这个奥秘之后，你应该能够得到释放，甚至你还能够去帮助别人。告诉别人这算命的话，你应该回到神的眼光、神的面前来就好，你不需要去算任何命的。要是算命真的是能够让你转运的话，那些算命人他都不会坐在那边算命的，他早就自己转运了，他都已经成为大富大贵的人了。为什么他还要在那边吹风淋雨的样子，坐在那边大家都休息，他还在等着客人来呢？我们应该知道那个源头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礼拜还是有问题思考，有这几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你曾经努力要改命转运吗？用何种方法？结果是如何？牧师能够将我自己的那些觉得非常闹亏的事情讲出来，因为我当作是牧师的儿子，我也是长老，这讲起来是觉得实在很闹亏，还竟然是被迷惑到这种样子。但是我能够讲出来，代表我已经得到释放。你会用这样子的事情来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吗？你能够跟别人分享，你觉得你认为一般人来看你的命到底好还是不好？但是神的观点来看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要如何能够是借着算命一点向人家去传扬福音呢？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是盼望我们第一次进到我们会堂里面的人，他能够认识命运其实不是受到天那种四柱八字的这种就限定你了。要是你这观念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关系，你就换一个出生年月日好了吧。你重生一次，你就回到神的面前。这时候牧师要为大家来祷告。因为我们中间你已经信主之后，但是你觉得你还没有办法活出，你觉得你命还是不是很好，你觉得你好像没有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呢？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来认罪，
你是第一次才到我们中间的话，你希望能够认识这一位主，能够成为你掌权你命的人呢，我们就请你将你的手摆在你的手心上面，让神再次来掌权在你的生命身上。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也创造了人，要与你一起来分享你的创造。你也给人有很多的权利，包括要管理这个世界，包括你给他们能够自由来自主做他自己的决定，赏赐给我们，我们有自由意志在。但是因为人误用了这些自由意志，神所赏赐的恩赐，我们就悖逆了神。我们想要跟神一样的伟大，但是我们永远是被造物者，如何能够跟造物主一样呢？我们就祈求神，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要为了那位尚未认识主的人，求神你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这世界乃是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掌权的。让他们有柔软的心，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藉由主耶稣的教导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更明白。我们也为了我们已经成为主耶稣你的门徒的人，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得到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行出主你所喜悦样，也祈求神你怜悯赦免我们。今天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我们要是能够重生的话，我们就能够进到神你的国度去。我们需要主，你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灵里面来重生一次，让我们的身心也跟着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祈求神帮助愿意在你面前认真追求、认真依靠、认真寻找神的人，都得到神你的祝福与带领。献上满心的感恩的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使徒行传来再次的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子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耶稣的复活，我信永生。